来关心天气，这个拜四呢，就是耶诞节啦。这冷气团嘛来到落咧。气象署是表示讲，对明仔载开始呢，这冷空气是安尼一波接一波安尼落南，所以温度会明显下降。今年寒冷第二波大陆冷气团按算拜四就会到位，而且呢，这是直直影响到拜六。若是寒，而且呢，这平地又搁是湿湿冷冷的天气，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有机会会落雪。拜二北部是出日的好天，受到东北季风减弱，各地温度有慢慢回升。中南部高温甚至有27度至28度。不过气象署提醒，拜三开始东北季风会搁再增强，加上拜四、拜五有搁较强的冷空气落南，气象署预估强度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，到时各地低温可能伫咧12度以下。随着冷空气大陆冷气团南下，全岛因为各地的朋友都会有感，各地的温度。星期四各地的温度会比明天下降2到3度，星期五更下降2到3度，逐日的下降。虽然耶诞节冷冷，才有过节的气氛，不过这届冷空气是有带水汽的，天气是各时各冷。气象署指出，对拜三到拜六这段期间，北部、东北部和恒春半岛有的所在会落准雨，尤其是桃园以北地区、宜兰地区雨会较粗。明天晚上到星期五这段时间的降雨，在桃园以北地区和宜兰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势，连中南部的一些平地也可能会有短暂降雨。气象署也表示，拜三到拜六天气较寒，预估爱到礼拜才会慢慢回温。另外，拜四到拜六期间，3000公尺左右的悬山，亲像合欢山、雪山、南湖大山等等，若是水汽条件配合，有可能会落雪。提醒要去山区的民众，爱特别注意安全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